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今仔日12月初10是世界人权日。国家人权博物馆最近推出着特展，回顾着白色恐怖时期海内外救援台湾政治犯的历史。这救援的组织甲个人，有的来自海外，有的伫台湾架册传教。因为人权这个普世价值，所以愿意来斗协助解救着这个政治犯，嘛希望透过珍贵的史料，让更较侪人了解台湾民主化的过程。无只强烈的集体动作，表现出救援工作的紧急，嘛为今年世界人权日海内外救援展起鼓。为什么会有人仅仅因为人权的这个核心价值来进行很多的努力也让大家可以去思考到人权普世性的意义。连出1960年到1992年白色恐怖时期海内外人士透过无同款方式解救台湾政治犯的历史。红贴啊，结论证书要开3000块的台票，亲身设计的礼方。美国这个艾琳达与婚姻关系，要好多出家的施明德得到国际关系保障。跟施明德是正式婚姻了，留在台湾，他也是要就是有一些国际保护了。会邀请施明德来看一下这个展览吗？随他嘛，我想他邀请当然有他嘛。要来自瑞士的白维里，伊报道台湾人权的事件，唤起国际关心。已经81岁啊，依然为人权的奋斗。到现在不错，但是将来大概有的地方还要可以进步。当年要受到帮助的政治犯的家属嘛，点滴在心。我们在当时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人都从旁救援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好像又回到过去。今卖岁月宁静美好，因为当年有人牺牲奉献，了解台湾民主化的过程，无的确大家会更较珍惜今卖拥有的民主自由。